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9号，公元2018年11月1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表示转世问题并不紧迫；推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必须与世界分享其宗教和谐的理念。藏人行政中央为自焚藏人多博举行官方祈福法会。司政罗桑桑格在德国谈西藏的未来。司政罗桑桑格在美国出席西藏与“一带一路”的研讨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二，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横滨市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谈及转世问题、西藏境内的现状、自焚抗议活动以及西藏的未来等话题。11月13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横滨市下榻的酒店中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日本国家研究所所长樱井良子女士的专访。尊者谈及转世问题，并强调转世问题并不紧迫，原因是目前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在樱井女士问到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时，尊者摘下眼镜并开玩笑地回答：“看看我的脸，我的转世问题是否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呢？”达赖喇嘛尊者还补充说，认定他的转世将会公开进行，可以从高僧中挑选，也可以指定再世转世等方法，这有许多可能性。尊者还指出，早在1969年就已经明确表示，是否需要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选择归西藏人民所有。尊者还提到，即将在11月底在达兰萨拉举行的藏传佛教高僧会议，主要讨论如何提高佛教知识和修行质量，但也有可能将转世问题提上议程。此外，国际社交媒体巨头推特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于上周六在德里拜访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11月10日，推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在印度首都德里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随后，杰克多尔西在他的推特上分享了与达赖喇嘛尊者在一起的照片，上面写有“谢谢达赖喇嘛尊者，您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杰克多尔西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使用推特，而达赖喇嘛尊者向他简要介绍了宗教和谐与人类统一的重要性。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1月10日出席了在印度首都德里举办的锡克教创始人古鲁纳奈克诞辰55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印度是宗教和谐典范”主题的演讲。11月10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德里出席巴伊维尔辛格萨尔丹研究所举办的锡克教创始人古鲁纳奈克诞辰550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帕西人乃移居印度的波斯教徒之后裔，在数百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中，他们不到10万人，但他们生活在和谐气氛中，没有恐惧，这就是印度。我相信印度应该做更多这方面的工作，向世界证明不同的宗教可以友好的和睦相处，并能够共同繁荣发展。So India, you see, the most populated democratic country, ancient nation, you can make certain significant for world peace. 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还包括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而曼莫汉辛格也发表了演讲。随后，活动主办方还展出了有关锡克教创始人古鲁纳奈克的一些书籍等历史文物。与此同时，在西藏安多阿坝青年多博自焚抗议中国治藏政策而离世5天后，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办了官方祈愿法会，
以示对自焚藏人多伯的哀悼。11月9日，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行了一场官方祈福法会，哀悼近期自焚的西藏安多阿坝青年多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人、宗教与文化部长嘎玛格勒在当天的祈福会上，表达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纲下对自焚藏人多伯的哀悼。部长嘎玛格列表示，由于中国当局严厉限制当地的通讯渠道，目前无法获悉自焚者遗体是否落入当局手中，以及其家属的处境等更多情况。嘎玛格列部长进一步表示，流亡藏人有责任听从境内藏人民众的诉求和愿望，即恢复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至少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实现他们遗言中的一部分。部长嘎玛格列在当天的祈福会上，还对近期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境内发生的洪水和山体滑坡事件也表达了关注，强调这场祈愿法会也为受灾民众进行祈福。另外，正在欧洲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本周一在德国佛雷堡发表以西藏的未来为主题的演讲。11月12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德国佛雷堡市应邀出席了由当地支持西藏团体举办的演讲活动。司政在演讲活动上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西藏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包括雪线上升、冰川融化、湿地消失、草原沙化等。司政指出，除了生态环境恶劣状况之外，西藏问题是人权、民主和正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世界的，也是德国人民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努力保护这些价值观。在谈到最近访问马德里时，司政强调，此次访问马德里，中国大使馆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并威胁马德里国际贸易博览会的主办方不要给我提供演讲的平台。但是，无论中国政府施加多大的压力，我都会出现，因为事实、正义、民主和人权必须占上风，我们别无选择。在结束当天的演讲活动后，司政与当地媒体进行了互动。随后，司政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继续展开了访问。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于本周二11月13日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题为“西藏与“一带一路””的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参加研讨会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司政洛桑桑格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共把“一带一路”战略称为可以为参与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全球经济刺激项目。但是被掩盖的是，该项目会为中共带来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会给地区乃至世界各国构成威胁。司政洛桑桑格还指出，中共上个世纪50年代就修通了川藏公路，这些进藏基础设施项目带来的是中国对西藏的殖民化，西藏的资源被剥夺，经济被控制，文化被破坏。西藏的教训足以警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可能面临的潜在危险。通过了解审视中共过去60年在西藏实施的政策、手段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带一路”参与国可以更好地认清中共的长远目的以及伴随这一项目的危险。在演讲活动结束后，司政洛桑桑格还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参议员克里加内德，共同讨论了在美国国会两院关于西藏的立法程序，以及进一步巩固美国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的支持。两位议员都重申将继续支持促进西藏的人权和政治自由。当天，司政洛桑桑格还会见了美国政府和相关官员，并在当天晚间同40多名华盛顿各界华人和15名来自当地藏人社区的代表参加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举办的藏汉交流参会。
斯珍罗森森格在结束华盛顿的访问行程后，将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访问，期间将与国会议员、行政官员进行会晤，并接受媒体采访。随后将前往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